陳皮的千年之旅，養生秘訣。古時候有個後生仔食完骨子，隨手將啲骨皮放咗喺石台。過咗幾日，佢阿媽開始有啲咳同埋冇乜胃口。後生仔諗起老人家話桔皮可以順氣，就攞咗啲新鮮骨皮沖水俾阿媽飲。但係飲完之後，好似又唔係好見效，仲係有咳。後生仔突然諗起，阿媽喺木櫃上面掛晒咗一串陳皮，後生仔就攞咗啲陳皮煲水沖俾阿媽飲啦。今次神奇啦，阿媽飲完，咳嗽好快就順咗好多。後生仔終於明白，原來桔皮要陳至有效。陳皮的千年之旅，從一枚果實到養生貴寶的典故。其實新會人種柑取皮好早就開始，不過宋代到元代規模都好細。元代得南海志記載咗柑子，但就未提過陳皮大名。直到明清時期，轉機出現，新會商人利用運銷名產葵扇嘅便利網絡，順便將土產陳皮大批銷往外省。就係咁，陳皮搭住葵扇嘅順風車，名聲開始遠播。不過，行業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去到上世紀末，新會陳皮生產一度跌入低谷，全縣種柑面積只剩返好少。好在近年嚟呢個行業重新崛起。2002年，行業協會成立，團結各方力量，專注品質同科研，保護新會陳皮呢個金字招牌。大家亦都意識到，抵制假冒偽劣，堅守道地品質，先係行業長久發展嘅根本。戰國詩人屈原曾以骨重開篇讚美後王家樹骨來復兮呢種生於南國壽命不遷嘅家樹，正係我哋今日主角陳皮嘅生命之源。骨重先秦屈原後王家樹骨子來復兮，壽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洗更一致兮，綠葉素榮分期可喜兮，層枝漸擊圓果兮，青黃雜幼文章爛兮。秋天感覺口乾舌燥，虛火上升。今日介紹呢道石斛陳皮煲米鴨，就係幫你滋陰降火、健脾開胃嘅最佳湯水。主角就係我哋熟悉嘅陳皮，佢性溫，能理氣健脾、燥濕化痰，可以平衡石斛同米鴨嘅微寒，令湯水補而不膩。等我哋睇下點樣將滋陰聖品石斛同理氣大師陳皮完美結合啦。石斛陳皮煲米鴨湯，材料：米鴨或水鴨一隻，約600至800克；石斛15克；陳皮1至2片；生薑3片；清水適量，約2至3公升；鹽適量。做法：米鴨洗淨斬件，冷水下鍋，加入2片薑，煮沸後焯水3至5分鐘，撈起沖淨備用。石斛、陳皮稍作沖洗，陳皮可刮去內囊減少苦味。將鴨塊、石斛、陳皮、薑片一同放入湯煲中，加入足量清水，大火煮沸後轉小火，蓋上蓋子慢火煲 1.5 至2小時。關火前加入適量鹽調味，即可飲用。功效：滋陰養胃、清熱生津、理氣健脾，特別適合秋季乾燥、煙酒過多、熬夜虛火人士。禁忌：如果係感冒發熱、濕熱耐性嘅人，就暫時唔好飲住啦。同學仔未完㗎，繼續話你知。
大家知唔知道點解普普通通嘅乾皮放耐咗會變成一兩陳皮一兩金嘅寶貝呢？講到年份，唔係一定越陳越好，唔同年份有唔同用法。1至3年嘅新皮，果酸味重，藥用價值味道最佳，更適合用嚟煲湯、炆煮，增加風味。5到10年嘅陳皮，香氣醇和，藥性已經穩定。呢個階段係藥用同食用嘅黃金平衡點，日常保健泡水、煲藥膳最啱。10年以上的老陳皮，香氣內斂沉厚，藥效溫和，滋養效果好，但價格昂貴，更適合藥用或品監。對於我哋日常養生來講，5到8年的陳皮性價比最高，最為穩妥。青皮同紅皮最大分別在於採摘時間同藥性強弱。青皮係用未成熟嘅骨仔製成，性格猛烈，破氣力強，主要用於治理重病，比如嚴重嘅乳癰、散氣、食積，但氣虛者千萬不能用。紅皮係用成熟嘅骨子皮製成，我哋平時講嘅陳皮就係指佢，性格溫和，主要用於調理脾胃、理氣健脾、燥濕化痰，適合日常保健。記住口訣：青皮破氣，紅皮理氣。普通人養生，認準紅皮就冇錯啦。現代藥理含揮發油、黃酮、魚橙皮、川皮同及維生素 B1、C 等。福吉皮揮發油中主含檸檬烯，有調節胃腸功能、降脂、補肝改善心血管功能、抗過敏、抗肺纖維化、抗抑鬱降糖等作用。陳皮雖好，但並非人人適合。以下禁忌需要特別注意：陰虛內熱、氣虛、胃火熾盛、失眠多夢、孕婦及哺乳期婦女，正在服用某些藥物者用西藥期間，最好諮詢醫生。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如果鍾意呢一期視頻，唔該一定要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係留言區話俾我知，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同學仔開始上堂啦！係，hello，大家好啊，我係游師傅啊。今次咧要同大家介紹嘅藥膳菜式咧就係陳皮蜜餞排骨啊。咁選擇嘅就當然係我哋嘅陳皮啦，係咪？啊，陳皮咧就係理氣健脾、消食化積嘅啊。首先咧，排骨買翻嚟之後咧，就洗佢，之後切開一件件，就用幼鹽。呢度就300克嘅排骨，我哋就用咗5克嘅幼鹽啊。大約係1茶羹嘅生油咧，就醃一醃佢，醃咗佢大約係10分鐘。之後咧就白鑊，乜都唔使俾啊，白鑊放落去煎，煎到佢金黃色。煎到金黃色啊！之後咧就加入靚啲嘅陳皮啦，陳皮之後係加入滾水。燜熟嘅先，哇，好香陳皮味喎！
我哋用中火煮至佢起膠啊！最後尾係加入今次咧就同大家選擇咗嘅鎮江香醋，係2公斤。收到起，最後收到起晒膠，每一個排骨都有汁液封鎖住，甚至乎可以係起絲啊！跟住就砌上碟，就大功告成啦〜